上下团结一条心啊！我刚刚讲了，他们就是国家队全力在打这场选举。那我们这场就是国民党上下团结一条心，而且我们的队是高雄市民说的队。之后也会有其他我们这个党内的包括前辈啦、前主席啦甚至是我们党员先进同志，还有我们党内的这些从政同志，像今天我们也有2位委员一起下来对啊，还有宜丁嘛，3位委员嘛那我知道接下来包括像朱前主席那甚至马前总统这些等等，还有我们有其他14个县市长我想只要他们时间允许，我们行程安排得当，他们也都非常乐意前来帮我们的梅珍来辅选，所以陆陆续续各位会看到我们党内的其他的同志们来为梅珍加油打气。那今天陈其迈的竞选总部已经成立了，那我们的竞选总部有没有打算何时成立？那是会以什么样的规模吗？我们现在因为我们的党部就确定是在我们的总部确定在我们那个国民党高雄市的党部。那因为之前的 style 跟我们年轻人比较不一样，所以这次梅珍想说把它改变一下，所以我们总部的祈福应该会是在7月中旬左右会找一个时间，所以可能要让我先整理一下。地点还是在党部吗？对。我们这次就以最简便的方式，然后就是可以赶快上手。因为时间很短因为民进党刻意把这个补选的时间压缩到不到2个月，所以这是一个40天左右的选战。那我们一切都几乎是重简、重塑那最重要的是要得到市民的支持跟认同那所以党部直接就当成我们的竞选总部用最简单、最快速。当然，梅珍的竞选团队有一些年轻的想法，那我们党部全力来配合，那也会挑一个适当的时间来办一个这个总部成立的大会。当然，这只是所有竞选活动里面的一场而已还会有其他不同形式的竞选活动来呈现给大家。因为像民进党，他现在已经就是整合得很好，就是说来辅选陈其迈。那蓝营这边有整合好了吗？因为好像我们整合好了来对抗这一个国家队他们是从这个陈其迈落选就开始做这样的事情的，所以他当然整合好了，而且是整个国家机器在动那我们是靠我们党内上下团结党中央跟我们地方整个共同合作然后在6月6号以后才准备来开始，所以这是完全是一场不对等的战争了但是我们还是有信心。主席，谢谢。那个外传党主席小丽站，真的都想太多了其实我昨天跟朱市长、朱前主席我们也在一起那大家在谈的都还是第一个，国民党怎么样能够有更多的年轻人的支持，我们看的是一个未来，还有党的改革。那第二个我们谈到的就是高雄的补选，所以他也当场承诺我说，赶快找时间他要下来帮梅珍所以这个部分都在安排当中。OK 好，谢谢。